中华鹿港一间公庙办活动，因为停车位无够，所以有一寡车就停伫咧红线，结果互检举。警方开56张的罚单，一张1,200，总共的罚款67000二。庙方讲，因要全部借落来，由庙方来纳这个罚款。应该有70间以上。 中华鹿港河安宫9月2日举办平安宴，超过70间以上宫庙来祝福。庙内闹热，庙外是车停甲甜，其中一排停伫红线，引起在地人的不满，打电话去检举。当天总共举发了共违规停车有56件。 这塔56张拢是违规停车的罚单，拢是来自福安宫2日平安宴这天的单。庙方一个知影消息了，感觉真失礼，赶紧去面切公告，讲是因为这个宴客场所停车规划无理想，提出信徒被检举，讲只要是来参加福宴所造成违规停车费用，拢庙方来出。有被开罚单的邮局咱家将那个单子寄过来福安宫，福安宫这边会处理，把它处理好。 红单一张罚692块，56张都要67200块，这笔费用讲庙方拢会出，并且表示讲明年办平安福宴会规划更较侪停车位，避免讲伤侪车无所在通停，使去停红线，造成交通问题，在地人的困扰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